老师和朋友以及同事，无法一一的列出，千言万语就汇成这3个字：谢谢你。再一次向我们在座所有的大大小小前辈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这边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我们这边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谢谢我的大大小小，我爱你们，爱到什么时候？